都在口下。秀珠啊，谢谢，刚起来谢谢。哦，咱先后位哦，大家对。喂，那这边来午安交道，往铁船师所讲的孝道，这个真的是让我那个发自内心的感动。干妈讲爱靠到你妈妈那边，我哋嘛变到当妈好。是啊吼，在座的吼，大家吼，修心。才会随着我们一起走，所以我也很相信我们才知道大文珍贵，所以我在30个月前。